议员李宗仁总之顺一开始真无客气批评国民党立委郑良介，讲伊若当选市长，除了上班就是困，甚至下班也可会开直播来回应市民需求的谈话。提出议员质疑，这根本是逼使公务人员要来骗选票，乃是好市长。同时，进一步针对国民党立委联合民众党阻挡中央总预算议案，烦恼连带会冲击地方延续性建设的预算补助，要求市长表态。他没睡觉的时候都在干嘛呢？这个就是我们行政院的这个总预算啊。是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中央预算到年底都被挡住了之后，会对地方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啊？会有影响吗？非常明显而立即的，就是说对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包括统筹分配款，以及包括竞争型的计划，因为我们台南争取了很多竞争型，跟其他县市一起竞争，然后我们的计划被评审委员通过，然后就补助给我们，像这一类都会停。那因为根据预算法的规定说，如果延续性的，它可以提拨80%，就是说像人事费啦或者什么，它人事费是一定要支出，那延续性的计划它可以支用动支80%，但是问题是如果一直被砍住、被挡住的话，就算那个80%要动用也招标也发包不出去啊。谢谢市长解释啊，我是希望说这个蓝军目前在挡这些总预算希望这个目前有说这个左口要跟这个蓝军这边协商嘛，蓝白。那协商的状况之后，可以不要挡这些总预算，让我们地方可以顺利好好的这个做事议员除了关心中央总预算无法度审查影响地方建设以外，嘛提出不时传出中国籍私收啊被引来夜市卖，不过到底敢有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要求，卫生局加强稽查，同时甲民众对包装会当真紧的知影通分别。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